我係1952年出生嘅，咁我自細咧就喺香港長大同埋接受教育。我1974年香港大學畢業啦，我主修嘅科目咧就係人文地理，學一啲乜嘢咧？城市嘅發展啦、地緣政治啦、地緣經濟啊等等。自小咧我受家庭環境嘅影響咧，我就對於接觸中國嘅文化藝術咧係比較多嘅。因為我學校係聖保羅書院，我學校當時喺香港學校音樂節同埋朗誦節咧，每年嘅成績非常之好嘅，所以我受呢個學校嘅氛圍嘅影響咧，同埋我當時嘅老師吳東老師咧，一個好出名嘅好好嘅老師啊，受佢影響咧，我當時都接觸好多合唱活動啊，同埋朗誦嘅活動啊咁樣。咁亦都跟啲師長咧去學啲中樂、吹笛啊、學拉二胡啊咁樣。咁我喺中學時期咧，我自己亦都好中意睇《中國學生週報》。咁啊，我自己屋企咧亦都長期訂閱中文版嘅《讀者文集》，幾乎每期成本睇晒嘅。我受當時廣告嘅影響咧，我就透過呢個雜誌咧訂購咗啲Deutsche Grammophon 嘅古典音樂嘅唱片。由嗰時候開始咧，係接觸一啲高雅文化。咁1973年咧，香港藝術節第一次舉行，我曾經試圖想去買啲音樂會嘅飛，學生飛啊，當時有學生飛，但因為冇經驗啦，空手而回。到第二年1974年咧，我一早去排隊，就喺大會堂呢度側跟個停車場入口嗰度咧，喺度排隊，終於買到 London Symphony 喺大會堂音樂廳嘅音樂會。咁啊，當時去出席呢個音樂會嘅時候咧，令我印象好深刻，因為係第一次體驗一個嚴肅音樂會嗰個禮儀，尤其是係學習到拍掌嘅禮儀。咁所以由此咧就係對接觸高雅文化、高雅藝術咧，我就慢慢係養成一種嘅興趣同埋一種情懷喺度。我1974年畢業咧，其實嗰個時候咧，香港冇乜所謂文化事務嘅工作嘅。由於我讀嘅係文科啦，並冇一個專業技術，我選擇職業咧係比較開放，亦都可以多啲選擇。咁啊，臨近就嚟畢業嘅時候咧，喺報紙睇到個廣告，招請大會堂助理經理噃。咁我自己當時覺得，我自己本身咧好中意喺中環翻工嘅。咁啊，大會堂呢個殿堂級嘅建築，而且我對大會堂並不陌生啦。台上台下，我似乎都有一啲嘅足跡。咁我當時諗，如果我喺呢個殿堂級嘅建築做助理經理、做管理嘅工作，喺中環翻工幾好喎咁樣。於是我就報名申請啦。咁啊，經過筆試之後，接受咗陳達文先生同埋當時經理楊裕平先生嘅面試。咁啊，好幸運地咧被取錄。咁一做就做咗30幾年啦，接近40年啦。到2012年咧就正式退休。咁當時嗰個做助理經理嘅工作咧，咁其實又主要有幾方面嘅。我當時主要係負責節目嘅運作啦、場地嘅運作啦，咁啊負責同啲租用人嘅聯繫啦，點樣保證佢嘅節目可以順利進行啦。節目期間你要人群嘅管理啊呢啲啦，其他時間咧處理個租務啦，咁啊亦都要睇嗰個建築設備嘅維修管理啦。要添置啲新嘅器材啊、設備啊咁樣啦，間中咧亦都要做一啲節目製作。呢個節目製作係除咗聯絡啲表演者咧，仲要係要編製場刊嘅。咁我曾經試過咧，幫一個業餘藝團咧，當佢演出嘅時候咧，佢哋缺乏人手咧，咁我要幫佢哋臨場做燈光控制添。所以當時嘅工作都幾有趣味性嘅。嗱，荃灣大會堂咧係比較特別嘅，當時咧佢唔係市政局轄下嘅，所以我喺荃灣大會堂工作嘅時候，所有嘅程序、所有嘅決策嘅程序咧係要根據政府嘅程序，唔係跟市政局嘅程序，係另一套。但係當然個場地係一個文化設施啦，咁我哋做嘅工作係類似大會堂初期嘅工作，但係由於係新界係第一座咁樣嘅設施，新界當時係我諗係尤其是荃灣啦，一個新市鎮係發展咗冇幾耐，咁啊所以咧係喺觀眾拓展方面咧，對我哋係相當大嘅挑戰，甚至乎喺觀眾入場咧，有時候都需要好多嘅教育嘅。我記得喺粵劇演出嘅時候咧，觀眾席裏邊仍然可以見到好多人咧係習慣咗睇戲棚嘅習慣，着拖鞋入嚟啦，剝花生啦，飲汽水啦，諸如此類呢啲嘅習慣咧，仍然係喺大會堂一個咁樣嘅場地裏邊咧，佢哋係未適應嘅，所以我哋荃灣大會堂嘅管理咧，係都對我嚟講都係經歷過一段好難忘嘅一個經驗嘅。
都有幾樣嘅事項咧，對我都印象比較深刻嘅。首先咧係2000年嘅時候咧，政府決定咧係取消兩個市政局，即係香港市政局同埋呢個區域市政局，取消咗兩個係財政獨立同埋決策獨立嘅兩個市政局，成立咗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去統籌所有市區同埋新界嘅文化場館同埋文化活動啊咁樣。咁啊由一個財政獨立嘅機制變為一個政府部門咧，對我哋當時部門裏邊嘅行政人員嚟講咧，係一個相當大嘅挑戰，因為政府裏邊嘅嗰個行政嘅程序咧，尤其是係採購服務去聘請演出藝人做一個項目嘅決策嘅過程咧，如果係跟政府嗰個機制咧，佢個機制咧係成本效益為考慮嘅原則嘅，係唔可以套用落去嘅。咁所以我哋當時係要經過一個都幾深刻嘅一個過程，同政府有關嘅決策部門啊、決策嘅局啊，咁嚟到詳細去研究，後尾制定咗一套咧係以藝術價值為原則嘅一套機制去聘請表演者。呢套機制咧後尾咧係得到政府決策局同埋咧呢個廉政公署嘅認同同埋接受嘅。咁所以我當時都非常之開心，因為透過呢個機制咧，我哋自己康文署內部咧可以批出所有嘅演出嘅項目，甚至係過千萬個項目咧，我哋都可以喺部門裏邊咧好有效率地去到決定。所以呢個對我係當時咧係非常之難忘一個經歷。另外咧就係到2010年咧帶隊咧參加喺上海舉行嘅國際博覽會香港周同埋香港館嘅活動，係推銷介紹香港嘅各方面嘅演藝團體咧、電影活動咧，包括音樂、舞蹈、戲劇，主要嘅一啲嘅藝團咧，一個成個幾禮拜嘅一個活動，當時嗰個宣傳都幾大嘅，咁印象深刻。亦都趁個機會咧，爭取到咧係將嗰個數碼化嘅清明上河圖咧帶來嚟香港，喺亞洲博覽會度展出。當時咧係我哋賣到780萬嘅入場券啊，喺2個禮拜之內。咁係破咗好多嘅紀錄，當時都一個相當轟動嘅一個全港性嘅活動。咁啊，令我印象咧係非常之深刻嘅。40幾年前咧，70年代嘅時候咧，文化事務工作啊，所謂藝術行政啊，冇呢個咁樣嘅概念咧。因為到70年代中嘅時候，喺外國先至興起藝術行政呢個比較專業嘅一個工作。咁我哋當時香港咧文化藝術機構亦都比較少啦。除咗大會堂之外，70年代可以數得出嘅咧係有香港藝術節咧，佢哋73年開始啦。香港藝術中心啦，有香港管弦樂團啦，大專會堂啦，大專會堂因為佢作為開放俾藝術團體同埋民間社團租用嘅，亦都有邵逸夫堂咧，佢哋都開放俾民間社會團體去租用嘅。大致上咧係呢啲嘅啫。咁所以係喺度工作嘅人數係相當之少嘅。當時我喺大會堂翻工嘅時候，同香港藝術節，因為佢哋每年節日嘅時候，佢哋喺呢度賣飛啦。咁佢當時嘅票務經理 Henry Ma 咧，佢後尾係作為藝術節嘅行政總監啦。咁佢當時佢寫字樓就喺大會堂，所以我哋接觸比較多，都經常都係即係茶聚嘅時候都傾下做呢個行業，我哋圈內嘅工作，我哋嗰個嘅專業究竟係咩嘢呢？我哋嗰個 identity 啊，我哋專業嘅認同喺社會裏邊究竟有冇呢？咁樣有時候傾下嘅時候，亦都覺得我哋當時因為係冇 internet 啦，又冇 WhatsApp，大家圈內嘅溝通呢唔係咁易嘅，都係要靠電話或者係靠大家茶聚啊咁樣。我哋唔知道對方做緊啲乜嘢，又唔知佢哋嘅發展、佢哋嘅藍圖。但係我哋作為政府機構咧，我哋又覺得需要同佢哋好多嘅溝通，因為佢哋要租我哋場地啊嘛，係嘛？咁究竟將來你想點樣咧？咁樣我哋點樣先可以做得符合到你哋嘅要求咧？咁啊覺得我哋係咪需要多啲溝通咧？咁係咪應該有一個組織可以成立咧？咁初期就係咁樣諗嘅啫。咁啊到後尾80年代初嘅時候咧，藝穗會開始成立。咁藝穗會成立咧，我覺得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因為點解咧？佢有好嘅場地，佢的空間多啊！咁啊，我哋經常咧可以去嗰度咧係開會、聚腳、飲茶、傾偈。Benny 咧，佢喺外國翻嚟，都引入咗好多嘅新嘅思維，對我哋大家咧有一個衝擊。咁啊，大家覺得咧應該成立一個比較正式啲嘅組織。所以大約係我諗係83、84年度嘅時候咧，就開始醖釀咧。係正式成立一個法定嘅團體咧，以一個非牟利嘅有限公司嘅形式咁樣嚟到去成立咧。成立公司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會員制嘅。咁啊，我哋當時因為需要咧係希望做得比較有代表性咧，咁啊，所以我係當時都想希望包括，
有個代表嘅人物喺度，到時有10鬆啲人到嘅，我記得好似係嗰啲機構係包括藝術會啦、香港藝術節啦、管弦樂團啦、中英劇團啦、香港芭蕾舞團嘅代表啦、邵逸夫堂嘅代表啦、大專會堂嘅代表啦。嗱，其實喺文化藝術界嗰個嘅發展咧，就正如香港城市嘅發展啦，從一個漁村短期間內發展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咁喺過去60-70年啦香港文化藝術界嘅發展咧，亦都係一個好急速嘅發展嘅。藝術行政嘅工作咧，亦都喺質同埋量咧，都作得好深刻嘅發展咧。舉個例子，我哋大會堂個管理咧當時都係管理租用節目嘅進行租場節目嘅維修嗰啲咁樣嘅工作。但係而家咧就有個場地夥伴嘅計劃喺度，大會堂要同場地夥伴佢哋嘅合作係同以前運作一個大會堂咧係兩種不同嘅概念嘅。要點樣建立大會堂作為同嗰個有關嘅藝團同埋嘅藝術形式？點樣建立佢一個大會堂嘅形象呢？點樣建立佢哋有關嘅觀眾呢？令呢個藝術能夠好好地去發展同埋建立佢哋嘅穩固嘅基礎呢？咁呢個做法咧係同以前咧係要求咧係非常之唔同嘅。所以我睇到而家嘅藝術管理人員咧，我可以講得係覺得佢哋係一個多元化嘅多功能嘅專業。因為呢個專業咧係點樣多功能法咧？佢哋係需要做一個超級管理員，因為要管理人力資源啦、財務啦，要管理危機啦、董事會啦，咁佢哋又要做一個超級嘅溝通員，因為佢要同業界嘅溝通啦，背後嘅金主要溝通啦，佢哋要做好好嘅推銷員，要推銷佢哋有關嘅藝團，要去揾贊助，佢哋有需要有好好嘅政治觸覺，知道社會嘅發展。所以而家嘅藝術行政人員嘅專業就係一個多功能嘅超級管理人員。我覺得咧，作為藝術行政人員咧，要做好專業咧，係需要3個字：要有情，要有心，要有力。個情咧係對文化藝術一種嘅情懷，呢個情懷係超越嗰個興趣嘅。你可以係一見鐘情，你可以係日久生情，更加好嘅你可以學多情。你對文化藝術係多元嘅喜好，咁要有心，有心咧你係要有心嘅投入，你要係專心，你要一心一意。咁另外要有力，有力係一個專業嘅能力，全心全力，所以能夠做到有情、有心、有力，咁就最好啦。藝術行政人員嘅要求咧，頭先都講咗，佢哋係一個要求係非常之高啦。有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頭先我講到嗰個政治嘅觸覺咧，國家大環境嘅發展，大灣區嘅融合同國家發展規劃嘅銜接，咁我覺得藝術行政人員咧係需要深入係要理解嘅。另外一樣咧，就係香港政府提出咗文藝創意嘅產業發展嘅藍圖。我覺得藝術行政人員咧喺呢方面咧，亦都可以咧係為佢有關嘅機構咧作出嘅研究，發揮個創意，幫佢機構咧，幫佢嘅藝團咧係創造多啲商機，對香港將來呢方面嘅發展咧可以作出嘅貢獻嘅。我覺得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咧，佢哋任重道遠，佢哋而家人強馬壯，可以發揮好大嘅功效嘅。希望佢哋能夠站高望遠，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佢哋可以作為橋樑，作為係聯繫人，同內地嘅、台灣嘅演藝人員，佢哋嘅藝術行政人員，同埋全世界嘅呢方面嘅人員咧，可以係聯繫起上嚟，互相多啲嘅交流，多啲嘅了解。咁對於將來咧，整個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文化藝術發展咧，可以作出好大嘅貢獻嘅。